咗嘅話，咁而家一開始嘅時候咧，8隊咧都係差唔多嘅啫嚇，嗰個次序嚇。咁佢嘅賽程就係600米㗎嚇。睇到咧就係暫時好似乎睇到咧就係第5隊嘅香港科技大學後生龍舟隊好似係大先喎嚇，其他嘅隊伍咧亦都係喺度嚇競爭緊㗎嚇。而家我哋睇到咧，就係似乎第6隊同埋第6線同埋第5線嘅龍中之首同埋香港科技大學後生龍舟隊咧，好似係領先喎嚇。咁其他嘅隊伍咧，亦都係差唔多㗎嚇。咁咧睇到第2線喎，第2線嘅香港瑞達聯會有限公司亦都係搶上嚟喎嚇，咁喺度競爭得好激烈㗎嚇。嗱，咁我哋睇睇咯喎嚇，咁好似係第2線嘅香港瑞達聯會有限公司嚇係領先喎，暫時嚇。咁另外仲有咧就係第5線嘅香港科技大學後生龍舟隊亦都係領先嘅喎，同埋第7線嘅東華三院龍舟隊同埋第8線嘅北龍舟隊咧，亦都係拍住個叮當碼頭啊嚇。咁我哋睇睇嚇，而家第一線嘅龍躍城門龍舟隊咧，亦都係追近咗嘅喎嚇。咁而家我哋睇睇咯喎嚇。咁好似而家咧就係第二線香港瑞達聯會有限公司咧，都仍然係領先嘅喎嚇。咁另外就係第7線嘅東華三院龍舟隊亦都係追緊上嚟啊，同埋第8線嘅北龍舟隊啊嚇。咁我哋呢3隊咧係叮當碼頭競爭得好激烈㗎嚇。咁而家我哋睇睇咯喎，接近終點啦，仲有最後差唔多100米就嚟衝線啦喎，俾我哋睇睇，哇！第8線、第5線同埋第7線都競爭得好激烈啊嚇，哇！